沙溪嘅微上方有7家做嘅艺术品，拼凑嘅感觉佢丰盛吼。云林亚在沙溪更加佢实现草根艺术。为到年代爱办嘅农业博览会，云林亚1年前利用乡村来做艺术创作嘅舞台，办嘅草根艺术季。用1年嘅时间，由云林县政府请外地嘅艺术家来到沙溪，同居民交流互动，从对人、对土地、农作物的关怀。用艺术行动来展现，发展出特别的人文风景，也希望大家是得重新来认识农村。云林北港油旺沙溪重要的sản婦產業虎五村虎劍共飯頭虎馬肉，民眾用燈花表現出來。全台灣出產麵派最多嘅雲林富美來瑞沙溪，熟朴棒美挑麵派舞，展現沙溪特色。雲林林內林北沙溪係人類罕見嘅客家沙溪，別項路北輪中輪太輕山，前輪4天嘅阿棒美，人哋看出啲沙溪屯業無同樣嘅素材。雲林縣政府為到今年代愛舉辦嘅農業博覽會。對幾年前就開始做草根藝術季來暖身，前來藝術家落袋種頭做創作，愛研究農博重點沙溪。在今年年底12月25號要辦理一個全國農業博覽會，那我們就會開始在想的是說，這個博覽會是要面對什麼樣的族群，或者要說些什麼故事。那包含說它發生的場域是不是只是一個所謂的園區式的一個博覽會而已，還是說它應該變成是一個運動？我們會覺得說它應該是要用各種方式讓人家來重新認識農業，重新認識農村。所以我們是希望說透過藝術的擾動，然後加以所謂的社區總體營造的概念，那等於進場來做。藝術家難論天氣嘅團體數頭結開來，也係愛做木雕創作之前愛做嘅石頭，也則嘅係林女鄉嘅歷史建築舊寶龍之廠。藝術家姚宗武愛用木雕創作來表現紙團數嘅關係，希望大家來分享反駁問題。因為這邊是寶龍紙廠嘛，那我就以紙廠這個就是紙這個東西為發想。紙在我們生活中用量其實很大，那我們消耗的時候，就是樹也就是一直被砍伐，一直在消失。那所以我這個作品就是以紙跟樹木做結合，然後做一個發想。這些木頭就是之後會裁成一片一片的，像板子這樣子，那就是把它做成像紙一樣，然後其中會有一顆比較就是原木的木頭，然後我會把一個部分刻成像紙的形狀，然後那個。有一個小部分是像紙一樣會被像飄起來的感覺。作品唔但將愛考慮採體特色創作過程，每天都愛由採體人來關心同參加。這樣子的方式就是除了讓地方有比較多一點文化藝術氣息之外，那藝術家進駐到這個地方做一些像是現場創作的動作，那民眾就可以知道，原來這一件作品是這樣子完成的。莊卡人啊，去做食頓啊，就打像古井的水，伫遐咧七星區，對，這是他們的生活啦。莊下去平凡的生活，就係沙溪創作燈花的器材來源。雲林北港油旺沙溪喺藝術家傅太華為帶領下，民眾學燈花藝術，用非俗的顏料乾呢同合的來做材料，當出米家米屋無窮用的藝術門派。
跟这些社区的居民对话方式，我们并没有讲的那么深奥难懂。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要用艺术来改造你们，并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带进一些有趣的东西，或者带进一些有趣的人，跟大家一起生活。那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建立这个关系，然后也从门牌这件事，因为每个人家都有门牌，那用丁画来做门牌，那等于开始让民众知道说，原来这是一种艺术创作方式，就是用不要的铝罐，然后敲敲打打，它就可以拼凑一幅很美丽的画。那让他们知道说，原来他也自己可以这么来做。沙期居民韓國刺通嘅當好一步有一盞樓按個嘅當法，屯沙期一個本單空空嘅表，變做流木沙期歸納嘅建設。因為流木沙期係繁體嘅故鄉，各所內就看得到繁體田，韓國睇三下煙頭前使繁體嘅情形，睇白花杜康就表現出來。吳達華老師進駐我們社區有半個月的時間，後來我們就釘了一直。我感覺釘了還有趣味，怎啊就繼續釘。這片攏是阮社區內底的故事，對啊。我們覺得說，這個鋁罐廢棄物的東西可以做藝術，阮社區做到了個，會感覺愈做愈趣味。所以講，阮做這片了後，這個延伸過安尼。迄內底有阮的三合院，三合院裡面有咧拍切啊的土豆埕，還有咱的水池啊內底嘛有魚啊，嘛有鵝啊。都是自然的生態啦。民眾用同工嘅做食料，佢用心嘅當出沙期特色。看到嘅研究講食材和形式，其實最頭先愛手工嘅就冇咁簡單。就是阮有去個回收廠，我們光一天就跑了6家回收廠的費用，因為你干個人供應嘅顏色不齊全，咱就愛去回收廠找。所以講嘛蠻心酸的啦，而且找這色嘛足搶手的，唔是講你要愛什麼色都有，對啊，也是碰運氣啦。從這個裡面剪，不然你從外面剪這個剪這個也要有技巧。就連剪乾呢，你唔係想象中按鬼事，一下被冇注意，手手角度血流血錯。拄頭初咧做點，迄安穿，拄飛就流啦，流出暗是無伊要直接明仔載繼續做啊。為着要愛社區的較迄落的，當然嘛，着愛忍耐較辛苦一個。大家毋知即個社區會當會都安尼較說講較熱鬧咧，安尼當看好看袂安尼。雖然做嘅過程過辛苦，唔過沙期居民用心合作，當好一步太白花，免傾減滅他嘅心。但搶做夜到，一定吃到唔定嘢，也係一定上愛做韓國島、韓國台。迄陣咧吹足辛苦，毋過做起來迄種心情真正爽啦！而且我們那個廢棄物又可以當藝術，所以講阮就繼續拍拼，藝術要定。像這陣，阮就打算說要打造一條那個藝術街。原本只是說好，我們就是會做這些前置的勞動，然後會在我們的社區的一個公共場域選擇一個大的一個牆面，我們來做這個釘畫。那做了之後，就是在地會覺得這就好呀，我們也很喜歡啊。那我們另外一個地方，我們也有一塊空地，然後有一個願意來提供給我們使用的牆壁，那我們可不可以去做？這個就不是當時我們設定的一個狀況。那也是因為民眾他們覺得這件事對他們是有趣的，也是他們可以讓自己發光發熱的一個機會，所以像這樣的加碼的狀況其實還也不少這樣子。沙期路從係太麻種發布嘅廿個里嘢，未出現喺林瑞祥林北沙期。香港嘅3D 廢材畫家史尼克用沙期嘅磚壁畫出3D 立體圖，阿伯美前人試田，農業嘅睇田順風行下高，新人嘅睇農路環境下嘅夜到情形，不到從真嘅樣嘅，個常人注意。感覺你啊圍牆啊冇乜喺度時候，有你隻土地啊嗬，感覺到你隻環境都加清好。嘅聲音啊，尤其嘅聲音啊，當歡喜啦，然後人老人家我看到乜當歡喜，佢哋嘅畫嘅是立體化，有嗰個沙期嘅阿婆天媽都有講有人大眾都嚟幫錯。有啦，比較好一點啦，因為它跟以前差很多啦。
我也是从北部搬回来而已，以前从这里出生的，其实也感觉蛮好的，自己家乡变好了。除沙期居民看到木竹威劍，我種人對面路巷看到，咩等等來也好多種杜巷嘅客家村流流啊。想講係林內鄉真少數嘅客家人，條擺都嘅人都冇重視啊。可能有的人被認為是大家被認為是最弱勢的族群啦。不過人的弱勢變成人的優勢。人哋林內來講是真少嘅族群，不過人凸顯人的文化真格都不用看到。過來都係講有呢隻機會凸顯文化，過來人的環境，我樣嚟搭配人的文化。莫本講人帶嚟了位客家人講，感覺講人是很弱勢，然後又會講很自卑。你下環境做起來，大家還有信心。再起來，這邊再挑毛巾，咱今晚先來下排隊整隊。你安排條拿單人風化，又會看見門面趴位。富米龍女沙企嘅熟婆幫妹，離風凛凛嘅弄花槍，表演鐵橋嘅花槍面趴舞。加进来的话，他先跟我们居民互相讨论说，我们的社区有什么特色？就是我们村庄里面是，拜赵子龙公，赵子龙三口石的赵子龙，叫他耍枪啊哈，就是跟他就说，我们来耍枪示好，我们热内社区里面的毛巾是最多的，全省最多的，出产毛巾最多的，所以有毛巾的毛巾舞，耍枪来接我们毛巾，富米倫女沙企喺台灣出產面趴位一定到位4種頭，米家米屋差唔多如同面趴位產業有關係。我們自己也在做毛巾，對，我從小姐做毛巾做到現在，然後我們自己也是在開毛巾廠。烏頭家彭小燕落去沙企，就屯沙企嘅傳統信仰屯產業結合，教沙企媽媽用嘅屯花槍，韓國面趴位結合胸下，跳出各項人看嘅舞蹈。他要教我们舞蹈，以前跟我们的社区的居民，还有我们的志工妈妈，大家都一起在讨论，看我们是以什么特色来展现出来。然后我们就想了好多啦，就想说以前我们也练过毛巾那个耍枪啊，以那个耍枪为做基础，然后在毛巾的话再请他来教我们毛巾我们以前没跳过，刚好可以再教一点新的融入这样就很好看了。藝術家模特總調教會也條沙企媽媽喊起歸後跳舞，持續幾禮拜練2拜。就在我們練習的這一些期間我們都會互相的就有很好的一種那種感情啊，情感的融入大家感情就會很好就會有一種團結的向心力啊，凝聚力就會很好。我們是鄉下，都比較保守一點，對跳舞有的時候都比較不敢出來如果有這樣藝術家進入，我們有都比較就會出來學呀，就會學一些新的東西這樣。透過舞蹈家跟婆婆媽媽的互動，那讓這些故事在這個裡面被產生。那所以在我們在呈現上的時候，它比較像是一個活動，就是說你可能不是每次到社區會去看到這件事情，但是在重要的場合，你一定會看到這個。像譬如說，因為這樣的一個隊伍形成之後，他們拱雲宮今年的5月份的一個廟慶，他們這一支隊伍就龍飛鳳舞這一群婆婆媽媽們就出來表演，那甚至有外縣市也在邀請他們，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很棒的一個結果。那也是其實讓我們雲林縣的社區或者社區總體營造開始開出不一樣的可能性。那這個東西也許從我們的觀點叫做藝術去介入，但是從他們觀點是他們找到另外更多種方式來表現社區在地的能量。大幫藝術家落去沙企，也就從客人簽到團條擺無共用嘅方式，來展現在地安泰嘅能量，俾本外嘅人重新認識自家嘅家鄉。希望讓雲林的改變，讓自己看到
也让别人看到。那这个改变并不是放弃我们原有的东西，而是在我们既有的基础上面去转换出新的价值，并且让这个价值可以说服更多人。那我相信，如果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再有那么多的年轻人会涌向大都会，而他们会觉得说，回到农村、回到乡村，他们一样可以在这边落地生根，一样在这边生活，好好活着，而且活得很不一样。